还带伊拉看经济暖暖角子，还看看阿光啊。阿是孩子啊，悟空啊！咦，暖暖，你哪分侬慢镜卡米个家？我们从小家都分用过慢镜哇，你刚吃发现呀？啥个道理呢？哎，搿么也问王母娘娘管。啥人会讲起啥里打劫来噻？哎，你都来不里去个？弟弟个叫短哇，还不个叫长哇？阿是个？出呢，3公分讲完，我个叫他那样上次3比1高噶。弟弟来吃啥物事啊？咦？啥人毛个？搿么等你下趟投资阿伟毛店把阿婆吃个家。还有1分钟我发呆了，一开始才发了3000只，你也不想想的。现在你接的毛拨我1个人吃，等我投资一毛拨4个人吃。阿条阿婆外公外婆，弄到那个地产撇家。看屁股，看屁股，看屁股！那个你也不是几辰光还太太还不问你啊？啊？你几辰光到马桶里去擦屎？嘘，几辰光洗了马桶里啊？到管还是我女朋友发了2笔嘞。